搁再来看到唱水味的人，一定爱算一解看卖，这就是菲律宾的苏洛海，在地出名多巴塔哈群岛，和菲律宾政府列做是海洋保护区，嘛有真丰富的海洋生态，嘛有咱台湾真海你看的豆腐沙、几波夯这鱼啊，也毋过游客要来佚佗实在真无简单，因为一年敢若开放4月到6月，在地政府希望讲会当替海底这生物保留自然的生存环境。空拿透清的大海内底，这只身躯有白点的豆腐鲨，伊的体长上无有10公尺。伊当咧含尖水客咧游动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确实会当感受到含豆腐鲨做伙游水的感觉，嘛，互徛伫船顶的游客看到蚵仔甲会得志。看到这个豆腐鲨吻出海面，大家拢真痛着。来到这个菲律宾的苏洛海丰富的海洋生态，互人是安尼大开眼界。遮阁有这个海龟，伫个这个旋螺搭安尼豆豆啊自由自在游来游去。另外，你敢有阁看到伫个旋螺搭内底有这个虎斑的木栅，也就是咱讲的飞机。另外，互人更较惊喜的是，看到这只双翅展开有2丈外宽的龟头航啊，伫个大海安尼翩跹跳慢步。不过，斟酌甲看，伊分丝顶悬的鱼领，哪有去插到这个鱼标咧？也阁有真侪空喙，互这个尖水客看到安尼心肝真疼。其实菲律宾政府已经来下令，袂使来去甲饲，也是去甲夹着，甚至来入这的海洋生物，若无就要罚1000块的美金，为着要海洋生态的保育。其实，这个出名的多巴塔旋螺搭国家海洋公园，逐年敢若会开放4至6月，来互游客潜水观赏。开放的人数不多，因为它目前大概只有开放不到20艘船，船位都是有限的，所以大概是只有几千人可以进去。多巴塔旋螺搭的海洋生态，对小尾鱼啊，甲这个大尾的豆腐鲨，伫台湾拢是真罕你看会到，嘛，互真侪爱唱水的人兴趣处要来看。不过，伫个探索大自然的时阵，就要会记你互这个海底的生物有较舒适的生存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